前路環九澳村收地行動爆發激烈嘅衝突，有市民認為沙字契應該具有效力，並且希望可以補地價俾政府，承認佢哋房屋嘅使用權。喺本台時事節目中討論日前路環九澳村收地行動，有居民對政府處理沙字契嘅手法表示不滿，並且以釣魚島爭議為例，認為沙字契應該具有效力。更加有市民表示，氹仔唔少建成樓宇嘅土地證明都係沙字契，而且建築商可以補地價俾政府興建樓宇，但係相反九澳居民就唔可以，質疑政府處理不公。嗰啲建築商人可以補地價俾政府，而呢班村民係唔可以補地價俾政府，留喺佢哋繼續要留喺佢哋嘅原居地呢？議員吳國昌認為，政府喺處理舊區土地修復嘅時候，可以根據基本法同居民協商進行重整。咁政府主導提出計劃出嚟，問準居民，大家磋商咗，然後用各種嘅原區安置又好啊，原區處理又好啊，搬遷補償又好嘅方法，嚟到正式處理到一啲區嘅問題啦。就有居民質疑政府喺居民上訴期間突然拆屋嘅合法性，有法律學者就話，澳門嘅行政程序法典規定，政府嘅行政行為做出決定之後，當日就發生效率，並且有執行力。離島居民權益協會創會會長阮玉榮就話，希望政府日後喺收地行動上多啲同居民溝通，唔好採取激進嘅手法去處理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張彩萍報道。